馬可福音第5章。他們來到海那邊，格拉森人的地方。耶穌一下船，就有一個被污鬼附着的人從墳塋裏出來迎着他。那人常住在墳塋裏，沒有人能捆住他，就是用鐵鏈也不能，因為人屢次用腳鐐和鐵鏈捆鎖他，鐵鏈竟被他掙斷了，腳鐐也被他弄碎了，總沒有人能制服他。他晝夜常在墳塋裏和山中喊叫，又用石頭砍自己。他遠遠的看見耶穌，就跑過去拜他，大聲呼叫說：至高神的兒子耶穌，我與你有什麼相干？我指着神懇求你，不要叫我受苦。是因耶穌曾吩咐他說：污鬼啊，從這人身上出來吧。耶穌問他說：你名叫什麼？回答說：我名叫群，因為我們多的緣故。就再三的求耶穌，不要叫他們離開那地方。在那裏山坡上，有一大群豬吃食，鬼就央求耶穌說：求你打發我們往豬群裏附着豬去。耶穌准了他們，污鬼就出來進入豬裏去。於是那群豬闖下山崖，投在海裏，淹死了。豬的數目約有2000，放豬的就逃跑了，去告訴城裏和鄉下的人。眾人就來要看是什麼事。他們來到耶穌那裏，看見那被鬼附着的人，就是從前被群鬼所附的，坐着，穿上衣服，心裏明白過來，他們就害怕。看見這事的，便將鬼附之人所遇見的和那群豬的事都告訴了眾人。眾人就央求耶穌離開他們的境界。耶穌上船的時候，那從前被鬼附着的人懇求和耶穌同在。耶穌不許，卻對他說：你回家去，到你的親屬那裏，將主為你所作的是何等大的事，是怎樣憐憫你，都告訴他們。那人就走了，在低加波利傳揚耶穌為他作了何等大的事，眾人就都稀奇。耶穌坐船又渡到那邊去，就有許多人到他那裏聚集。他正在海邊上，有一個管會堂的人，名叫睚魯，來見耶穌，就俯伏在他腳前，再三的求他說：我的小女兒快要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，使他痊愈，得以活了。耶穌就和他同去，有許多人跟隨擁擠他。有一個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在好些醫生手裏受了許多的苦，又花盡了他所有的，一點也不見好，病勢反倒更重了。他聽見耶穌的事，就從後頭來，站在眾人中間，摸耶穌的衣裳，意思說：我只摸他的衣裳，就必痊愈。於是他血漏的源頭立刻乾了，他便覺得身上的災病好了。耶穌頓時心裏覺得有能力從自己身上出去，就在眾人中間轉過來，說：誰摸我的衣裳？門徒對他說：你看眾人擁擠你，還說誰摸我麼？耶穌周圍觀看，要見作這事的女人。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，就恐懼戰驚，來俯伏在耶穌跟前，將實情全告訴他。耶穌對他說：女兒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你的災病痊愈了。還說話的時候，有人從管會堂的家裏來說：你的女兒死了，何必還勞動先生呢？耶穌聽見所說的話，就對管會堂的說：不要怕，只要信。於是帶着彼得、雅各、
和雅各的兄弟約翰同去，不許別人跟隨他。他們來到管會堂的家裏，耶穌看見那裏亂嚷，並有人大大的哭泣哀號，進到裏面，就對他們說：為什麼亂嚷哭泣呢？孩子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他們就嗤笑耶穌。耶穌把他們都攆出去，就帶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隨的人進了孩子所在的地方，就拉着孩子的手，對他說：大利大古米，翻出來，就是說，閨女，我吩咐你起來。那閨女立時起來走，他們就大大的驚奇。閨女已經12歲了。耶穌切切的囑咐他們，不要叫人知道這事，又吩咐給他東西吃。